新北三重埔一件3死的命案，一个姓陈的查某人因为敲电话给因老母拢未通，报警察破门了后，才发现讲这个姓刘的老太太和第二个查某囝甲孙仔拢死伫咧困房内底，检破已经死超过1礼拜啊。警方锁定目前下落不明的第二囝婿，全力追查。 警方伫厝内搜查采证，无放过任何线索。新北市三重埔一间名体10月发生一件重大命案。一开始是大查某囝已经几多天无法度联络到老母，赶紧报警。警方甲门侦破了后，发现69岁姓刘的妇人人、30岁姓陈的第二查某囝，还有3岁孙，拢死伫咧厝内，倒伫房间的面床顶搁盖棉被。 跟我妈妈最后一次通电话是4月23，妈妈那时候手机还有拿给我们看，说，她一直收到一些奇怪的贷款的催缴简讯，可是催缴的名字不是她，是那个男生的名字，就是梅梅的配偶。然后我们就在想说，会不会是那个男生拿妈妈的名字做保人？逼问妈妈才知道说，哦，梅梅有跟他是个男生，因为这个男生有跟妈妈借了一笔钱，借了40万。 不论是断做伙，还有第二查某囝24岁翁婿，不过即马伊下落不明，警方继续伫咧追查，了解伊甲命案是毋是有关系。初步了解，第二囝婿并无前科，不过被查出有刑事考作，敢若是牵涉到诈骗案件。大楼的警卫是讲，因这个伙仔几多天拢无出门，有淡薄怪怪。 他平常每天都有叫很多好几个时间都叫外送，这几天都没看到。初步勘查现场的门锁是反锁的，没有遭侵入的痕迹。那死者身上没有刀伤，现场也没有凌乱打斗的痕迹。因为3位死者的尸体拢腐朽甲真严重，也已经开始烂。警方推测死亡的时间可能已经超过1礼拜。怎么才依照线索扩大追查因相关交友的情形甲去过所在？ 希望当量查破案。记者综合报道。